大家好，歡迎返嚟 Lau Mar 個 channel。今日係2026年1月13號 ，AI 圈真係同一日爆晒3條戰線。第一條，平台戰 Apple 揀咗 Google Gemini 去重建下一代 Siri。第二條，算力戰 Meta 推 Meta Compute， 講到未來要起到電廠級嘅算力同 data center。第三條，安全同監管戰 Xgraph 被英國 Ofcom 正式調查，英國仲加速推新法打擊深偽裸照，同時 Google 因為醫療 AI 摘要出現危險問題要縮返嚟。最後仲有一條落地戰 NVIDIA 加 Multiply Labs 用機械人入 Clean Room 做細胞治療生產， Anthropic 把 coding AI 做到普通人都用得， Utah 甚至開始允許 AI 參與處方流程。今集呢，我諗你聽完有一個感覺，2026年嘅 AI 已經唔係多咗個功能咁簡單，而係直接改寫平台入口、供應鏈、法律責任同高風險行業嘅流程。好，直接入第一單大嘢。Apple 下一代 Siri 揀 Gemini。新聞背景。Apple 呢單係由 Ars Technica 同 Engadget 報導。Apple 正式講下一代 Siri 嘅 AI 會用 Google Gemini 做底層模型。點解震撼？因為 Siri 係 Apple 生態最核心入口之一。你諗下 Siri 係咩？唔只係答你天氣幾多度，而係你講一句幫我做，幫你 send message， 幫你改 calendar， 幫你揾相，幫你訂餐啊、叫車啊、整 reminders 啊，甚至將來幫你做 quiet workflow。所以 Siri 變聰明等於 Apple 平台體驗升級嘅核心。Apple 點解唔自然到底？ Apple 一向最叻係整合產品化，但模型戰係另一回事啊！訓練大型模型要海量 data、海量 GPU， 長期優化，仲要安全、合規、低延遲。而 Apple 過去2年喺 Generative Siri 上面其實跌過一跌，你記唔記得之前 WWDC demo 咗好多，但更新延後。所以今次揀 Gemini， 你可以理解成 Apple 咧想用最快方法啦，攞到一個更強、更成熟嘅底座，再用自己最強嘅產品化能力去包裝。多引擎時代，你部 iPhone 可能唔止一個 AI。另外一個重點，呢個唔代表 Apple 放棄 OpenAI， 現實係你未來 iPhone 可能係多 AI 引擎並存。某啲 query 用 Gemini， 某啲功能仍然用 ChatGPT 啊，或者其他。Apple 自己亦都可能有本地 on-device model， 即係你部手機會變成一個 AI router、AI 路由器，按場景分流。Apple 最在乎私隱定位。Apple 最強嘅武器其實唔係模型，而係私隱品牌。所以我預計佢會繼續強調，可做 on-device 盡量 on-device。需要雲端計算就走 Apple 自己嘅 private cloud compute。模型供應商 Gemini 都要喺 Apple 框架內運行。用一句最白話嘅講法， Apple 係借別人個腦，但係個腦要喺我屋企入邊做嘢，跟我家規。對用戶意味住咩？如果做得好呢， Siri 有機會終於由工具變返助手。你講得自然啲都聽得明，你唔使逐步 click， 佢可以記得 context。你授權嘅前提下，佢可以幫你做multi-step tasks， 但係如果做得唔好呢，就會出現2個風險：一，你唔知邊個模型答緊你，資料走咗去邊；二，回覆出錯，尤其係涉及健康、金融、重要行程時會好麻煩。take away 一句， Apple 揀 Gemini 代表 AI 已經升格成平台核心， Siri 係下一個入口戰場，而 Meta Compute AI 戰爭升級到電力、算力、資金。新聞背景。Engadget 報導 Zuckerberg 推出 Meta Compute， 目標係大規模起 data center、算力容量、供應鏈策略，甚至同政府主權基金合作。點解 Meta 要咁誇張？因為 Meta 係走另一條路， Apple 係整合外部最強模型，自己產品化。 Meta 係盡量自己掌控全 stack， 自己有Llama 生態、開源路線，自己要算力到爆啦，自己要能源到爆。佢要做到嘅係唔想俾人卡脖子。算力呢唔止 GPU， 仲係電力同供應鏈。好多人講 AI 只講 GPU， 但係其實最現實瓶頸係電 megawatt、gigawatt， 冷卻嘅土地、建設週期啊、記憶體、HBM、DRAM、網絡低延遲、高速互聯。所以 Meta Compute 本質係將 AI 競爭拉到基建層面。你可以咁理解，
以前科技公司打仗係 App 功能，依家打仗係邊個起到更多 data center， 搶到更多電，鎖到更多供應鏈。而呢啲嘢一做就係10年計。Take away 一句 Meta Compute 話俾你知 AI 競爭已經由軟件升級成國力級基建嘅競賽。三國 X Ofcom 正式調查英國加速立法。呢段我會用資訊角度講，避免涉及敏感細節，重點放監管邏輯、新聞背景。Engadget 同Ars Technica 報道英國監管機構 Ofcom 對 X 展開正式調查，焦點係 Grok 相關風險內容。The Verge 報道，英國政府推進法例，將非自願深偽裸照刑事化並提升為平台必須嚴控嘅範疇。點解突然升級？因為生成式 AI 令內容濫用量產變得容易。以前你要做一張假圖需要技術時間，依家你只要 prompt 一句就可以大規模產出。政府最怕嘅係傳播速度快，對受害者傷害大，平台容易推卸責任。唔係我創作，所以監管邏輯係平台唔可以只做接收者，要承擔預防者角色。Ofcom 會查啲咩？通常會圍繞係風險評估有冇做，內容移除速度夠唔夠快，年齡驗證保護未成年人措施夠唔夠，你嘅 safeguard 係咪真係有效，有冇透明報告、審計機制。英國法律加速意味住乜？最重要係從道德譴責變成刑事責任，平台合規責任，即係未來你做 AI 產品安全唔再係 optional， 你要當佢係功能嘅一部分。風控、日誌、監控、內容政策嘅模型限制、申訴機制，全部都要做齊，否則就唔係出事，係犯法。Take away 一句Grok 事件代表生成式 AI 平台正式進入監管硬着陸嘅年代。4. Google 醫療 AI 摘要縮沙 West Utah， 允許 AI 參與處方 Google 退一步。Ars Technica 報道 Google 因醫療 AI 摘要出現危險級錯誤風險，撤走部分功能。醫療資訊唔同一般資訊，錯一次可能影響決策，影響用藥、檢查、延誤求醫，所以醫療 AI 必須可追溯來源，有明確 disclaimers， 有臨床審核流程，低風險先試點。Google 退一步係合理，因為信任成本太高。Utah 進一步。另一邊 MSN 報導 Utah 允許 AI 參與處方流程，具體範圍要睇當地政策實施細節。呢個就係典型矛盾啊！一個巨頭因安全問題縮，一個地區因效率醫療人手問題是。未來醫療 AI 好可能係先由低風險標準化嘅流程做起，例如續約、常見情況逐步擴大。Take away 一句，醫療 AI 正喺加速落地同安全門檻之間拉鋸，規則會越嚟越嚴。NVIDIA 加 Multiply Labs 機械人入 Clean Room。都新聞背景 NVIDIA bought Multiply Labs 用機械人 Omniverse Isaac 做細胞治療生產自動化。點解重要？細胞治療最痛係成本高啦，係產能低，人手要求極高，而 Clean Room 好難做試錯，所以用 Digital Twin 先模擬流程再落地係一個非常實際嘅方法。呢啲唔係 AI 幫你寫文咯，係 AI 幫你降成本、提產能、縮時間咯。對病人嚟講，如果成本真係落到係實際影響生活嘅科技 ，take away 一句 AI 機械人正喺改寫高門檻產業，唔係更好玩，而係更有效率、更可負擔。6. Anthropic 普通人版 coding AI Claude Cowork AI 由答你變幫你做，都新聞背景 Engadget Anthropic推一種更面向一般用戶嘅 coding 操作型 AI， 可以更貼近日常工作。點解呢單好關鍵？因為 AI 嘅下一步唔係答問題，而係做流程。你未來想要嘅係幫你整理檔案，幫你由 receipts 做成表，幫你入系統啦，做重複嘅操作啦，幫你做初稿啊，再由你 review。呢個就係 agent 概念啊。AI 有手腳去做事，但你要有權限控制、可回滾、可審計，而你會發現呢個同 Grok 監管其實同一條主線。AI 越有能力做嘢，出事風險越大，所以規則越嚴。
take away 一句 AI agent 時代已經到，重點唔係答得靚，而係做得準、做得安全、可控、可追溯。結尾總結，好，今日2026-12呢集總結一句， AI 正喺同一時間成為平台核心、基建競賽、監管焦點同產業自動化引擎。如果你想我下集深入，Apple 加 Gemini、Siri 會唔會真係變得可用同私隱、延遲、功能設計、Meta Computer 算力戰會唔會令 AI 成本再升？英國、歐盟監管企業點樣做 AI 合規架構？你留言話我知嘢，記得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我係 Nomigo，我哋下集見。